OK， 好，来，咱对1661年8月初3吼，即天是拜三，我穿只衫头也衫领，8月初3拜三吼，1661年，阮有几个人要去甲即个城堡头前迄个南边的河沟，甲伊要甲挖好完毕吼。但是当因伫咧掘的时阵呢，被敌人有时啊用大炮来射击，虽然无人被拍着，但是因咧掘的工作呢，即个挖即个河沟的工作却因此来中断吼。早起天气平静，微风对西边吹来吼。有一个人 Jacob Brent Van Owater， 伊伫咧顶个月14号真意外不幸来大使士兵 Cornelis Van Bellen 的某，这咱真正读过吼，伊是着其实吼这嘛是。伊就是提枪来乌白耍，然后气弹，举枪对人就对了，结果内底有枪支。好，今仔日上午，这个人被判伫咧头壳顶射过一粒枪支，并且锁连5年，将士一般落狱吼。这算轻判吼，咱知影伫咧荷兰时代，真的是拍死人哦，拢是判死刑的吼。今仔伫即个战时吼，因为照常吼，该判就是判吼。今仔日总共有34只舢板载人来即个市镇里，三队有37只舢板载约了迄个半数的人离开即个市镇，有数只篷船伫即个附近的外海咧巡弋。迄只快艇呼格兰的号现在已经完全离开阮的世界，因此阮相信该船应该已经航往日本去了吼。就是迄个要来接客的即个，接这台湾长官客即个，已经去日本了吼。阮现在就只敢烦恼迄只小彼得船 Renan 号甲 Lusitanian 号。头前迄只就是该栋呼格兰的号要来取代的，而后壁迄只是要经由暹罗来遮的。原上着因因拢去到更较适当的海港。这几工迄寡目工拢无用伫修复阮迄只领港船。8月4号拜四。今仔日天气更较晴朗，也适合航行。微风对西南风吹来，也有数只篷船伫南方的海上巡弋。暗时啊，航转来即个龙椅门。龙椅门现在定定有10只到12只篷船停伫遐，剩下约30只停伫provincia的头前。政府军拢无篷船咯。今仔日下晡，真侪人聚集伫咧provincia的岸边，可能是五方的人要去送上篷船载去城啊吼。伫厝地的市镇里，14月拢真平静，拢无看到人吼。会使讲看袂到人啊，会使拢讲拢无人，看袂到人吼。8月初5礼拜5，早起微风对南风吹来，阮伫咧半个岛迄个市政厅发射2、3发炮弹，要看好因是毋是伫遐咧起啥物物件吼，咧建造啥物物件。就像讲阮所相信的安尼，阮所相信讲因咧起啥物物件吼。因为因甲迄边的窗仔拢关起来，但是呢看袂出讲你起啥物，
有5只螃船出海往南方航去，其中3只要暗仔登去因出航的所在来入港。后1只螃船对北方来provincia头前停船，天气平静。夜间就是天黑了，天暗以后吼，天见乌阴，北方继续咧落雨。咱即嘛毋知影到底即当中吼，过咱淡水平情形到底是安怎？毋知有记载无？我相信应该嘛是有文献啊，因为我相信你迄边嘛有记吼。我来查看觅啊，这边查1661淡水，我看安尼查会到。无看诶，无。好，来，咱继续看哈。8月6号拜六上午召开佛罗摩萨议会。开会国语会当对阮的国语录看到，天气平静，微风对西南风吹来。今仔日阁有1只舢板入来阮的港岛来探测水深。今仔日除了地人伫个暗时对市镇即个社堡顶面发射一发炮弹，无别无事故吼。8月7号礼拜一，好天又搁热，和昨昏相像的天气。就安息日，下晡约到3点半时阵，感受到地动持续真久吼。要暗仔有1只小螃船对龙椅门来即个市镇后面，对即只螃船约有60个人上岸。即个人全部拢无早无去，另外还阁有1只螃船对外海来provincia头前停船，有10只到12只螃船一直留伫个龙椅门，若像伫遐咧酒户吼，伫遐咧等等吼。然后3、4只每工去南方来回巡夜，暗时就因对即个市镇用伊的大炮发射7粒炮弹。毋过，即个炮弹拢无伤到任何人，因为即个炮弹大部分拢弹了伤低啦吼，而且弹到迄个土坡吼，或者是射了伤悬吼。阮也有看到讲，因伫个provincia头前所有的螃船顶，拢点河北，也伫个provincia迄条街路。对道头一直到迄个悬地，沿路拢点灯，或者是点蜡烛。大概是咧庆祝啥物节日，或者是因听到啥物好消息吼。8月初7有啥物节日？8月初是生日啦吼，旧咧可能7月啦吼。7月就关门开啊。可怜了哈，好，继续。我看查会到袂？1661年8月初7。
Google 啦吼，是讲1602年8月7号是辛丑年7月13。5年7月13吼，7月13无啥物做意的，7月19要到是真诶吼。好，来继续。1602年8月8号。拜日非常的热，而且真奇怪的天气。早起淡雷，微风对西南风吹来，下晡伊要召开佛罗摩萨议会。会议中做出的决定，会当对阮的国旗了看到。伫普罗宾社头前，甲伫个龙眼门一带的即个旁村，大部分拢甲所有的番旗啦、旗帜啦，拢挂起来咧飘扬。今仔日上午。下底注脚有写吼，讲参阅上主有关郑成功的生日吼。第一个注脚是，伊讲上主就是第一个注脚，第一注脚是物件编号尔，无写啥物。VOC 1238522523，但是这第一个注脚。第一个注脚是冠26啦吼，所以吼，参阅上主是啥物意思？不管了吼，问题就是郑成功生日啦吼。郑成功才30几岁呢吼，即当初37、38号吼。今日上午，预先 Emerick Schuer 大年25个。武装的所边区的拿头园，对遐炸倒来一寡拿头果，拿头诶，一个拿头啊，其实就叫做拿头，咱叫做拿头果，是讲啊，这翻译的人可能毋知啊，阮就讲拿头，我讲拿头果吼，这个医生吼 ，Emerick Schuer 大年25个武装士兵去拿头园，对遐炸一寡拿头、西瓜甲一寡瓜的叶啊，做新鲜的食物。伫迄位啊，拢无看见着人，厝外无发生任何的代志。暗时啊，阮看见一个新仔人对市场后面进来，看起来是对草丛中迄个边伊的水井边啊。阮咧想讲，伊大概是要来侦探，讲阮是毋是有人伫学即个护狗，但是当阮的步清手，伊射击，伊就紧走转去市场咯。8月9号拜日，8月拢记2、3逝尔，3、4逝呢。8月头足紧的。8月9号拜日，早起阮有一个人去迄个现场要摕倒来一支插头的时阵吼，突然对市场用大炮往伊发射5粒炮弹，拢无拍着。也有时啊对 Boards 的厝甲 Six 的厝用步枪来射击。伫普罗宾社头前，有一只旁船发炮4响，然后迄寡番旗就降落来。交一个注脚，嘛是写拢参阅上主有关郑成功的生日吼。阮用小炮射击着人，伫个市镇里的炮台的射击口，也用一只要含离市镇的满载人员的小篷船发射一粒炮弹，但拢无拍着。天气愈来炎热，微风对东方吹来。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对北方经过鹿耳门去普罗宾社头前停船，大概是对西马来。哇，知影郑成功的生日吼。相对于基本歌词讲有无？1624年8月27号了哈。这应该是生日吧？
8月27号离嘛搁早咧呢，即个才8月9号尔。哦，哇，8月27号。1624年8月27号，我看嘛1624年。等下我先记一下，即嘛讲，即嘛是7月13嘛吼，即嘛是农历7月1624年8月27。1624年8月27是农历的7月14啦，吼，所以目标也是过旧的时日嘛，吼。啊，所以即嘛都7月，我都讲7月13、7月14。7月13是第一工，好袂记。7月13是前一工嘛吼，前一工8月号。哦，8月7号的注脚有写，咱来看嘛。讲即日是8月7号是农历7月13嘛，吼。相传地成讲的时日是农历7月14，而日至8月7号、8月9号三天，连续记载表示讲，即个表示你庆贺的开始甲结束，相信迄是你庆贺地成讲的时日。如此则地成讲的时日是农历7月14号，在此也提供了有力的这个旁证，这个它旁是旁证。干你对有查一下，旁吼读做旁，所以算是一个旁证啦吼，讲伊是日确实是农历7月13，即7月14。然后阮看了讲，就是讲37号生日的部分的景象，好，来继续。讲8月9号，讲天气暖炎热，面风对东风吹来，今仔日有一只澎船对北方经过农历门去坡底下头前田村，大概是对新仔来。8月10号拜三。面风对北方吹来，也伫暗暝啊吼3点啊，对半暝3点突然就伊个对市定5运日5号9的人发射2-3发炮弹。半暝啊，透早3点就咧学吼，也用步枪射击，一粒因的炮弹拍入去上站社堡，咱伫迄个街推是要安怎讲啊？我敢若进一步读过，我袂记。好，天气炎热，面风对西南风吹来。阮看到有几个人伫迄只来自巴达利亚离跨线的澎船边啊，下晡看见了7、80个武装的人揸着7、8支新的升旗，沿着伊的宝南进入市镇。伫市镇里来回行动，最后甲一寡升旗插伫税务所边啊。8
月12日拜四。今仔日测地棍即个港道伫半阴的时阵，海水半阴的时阵，水深10尺，厝外无事，天气良好。迄只领港船今日落水，也真可能互伊收复了，真可能甲修理好了吼。8月12号拜五，即工就较长一撮啦吼。再来看看是啥物代志。上午召开佛罗摩萨议会会议，约了上午10点半钟，反对北方车来。阮先是定船讲看到18只荷兰船，然后看见是11只荷兰船，加动一只大篷船，对北方即边行来，这互阮城堡里人大欢喜，甚至边人甲摆卡的拢走出来大声哩欢呼。大声去喊啦吼！感谢上帝，互阮显示了遮尔大即个温痛甲仁慈。即时阮看见约了20个人骑马，经过迄个花魁绿啦，一龙游条，伫海上的2-3只小篷船，随航入去龙里门去因的东盘遐，要数只舢板对坡面下吼。数只对即个麒麟后面来回航行，要航往龙里门去的，看起来是咧互相咧传消息。共即个时阵，虽然讲即个港岛影非常的大，阮也派 Hartwell 和 St. Peters 阁下坐一只舢板出去港外，要伫迄寡荷兰船来南边沿岸停船的时阵，甲一张随身所扎起的批交去互迄寡船车的司令官，即张批内容是安尼写吼。前来处队的朋友，阮热烈欢迎恁。阮派 David Hartwell 阁下去恁遐，主要呢是要爱伊去甲阮被官员国师爷围困的状况当面甲恁讲。此外，也要爱伊先去了解即个舰队所载来的士兵甲其他物件的总体状况，以便阮以后知影要安怎安排。同时，为了要互阮明白阮伫巴拉比亚尊贵国下的旨意啦吼，最上好是请派一位国下的议员甲上司的哈特沃国下同齐来阮遮来起山，以便要对需要进行的事务吼，会当做出更较适当的决定。即张配安尼，迄只领港船互配备了篷缆锁具吼。就是讲，迄只领港船有配备即寡吼锁啊啦吼篷啊吼，也甲即个台弓啦，台弓迄个台吼，甲固定起嚟。因此呢，要暗晡就使出去港外。被2只篷船落一船啊以后，就去到迄个舰队内面。夜间10点的时阵 ，St. Peters 坐舢板载着巴拉比亚的国下的批来转来港内。到这是第4个主考，我讲头前3个主考是写啥？无啥啥物，就是一寡物件片段吼。载这个巴达比亚国下的批转来港内，也载来一张司令官 Jacob Cow 国下的批。这张批阮先看，对批中知影讲，迄只小快艇Maria号已经成功航抵目的地了。阮发炮一响，正做迄只领港船已经入港的信号，然后迄只船只也发炮一响来应答。上述司令官会来批写讲，迄2只船福格兰的号甲威廉号，为了要前来处队离开巴达比亚以后2天，迄只小快艇马里亚号伫巴达比亚当局完全出乎意料之下，对一条无寻常的航路忽然间到巴达比亚，传报国师爷已经
带领伊的军队来到佛罗门萨岛的这个悲伤的消息。因此，因当局的国下就随下令装备一支巨大的作战舰队，由大船岛份号、Northern号、Zerky 号、母岩号、快艇 Domberf 号、Cochrane 号、Hassel 号、Akenvanian 号甲大篷船 Derbrode 号甲Urk 号组成。我来看吼，大船1、2、3、4、4只，快艇1、2、3、4、4只，大篷船1只，大篷船2只吼。所以呢，4只、10只、10只，安尼10只船啊吼，也包括上述快艇福格兰号甲小皮底船威能号这2只船。因当局的国下伫接到上述消息的时阵，派一只小通信小快艇，随后赶去命令因伫低曼岛、低曼那条满条湾岛，甲奥罗岛听候随后要派来的作战舰队。但是因伫遐只敢若看到皮底船雷伦号，迄只快艇福格兰号已经先离开，而上述一只快艇 Domberf 号被因当局的国下来留落来，要听候祖国派来巴达维亚船只到位了后，将要装运粮食甲其他需用的物资随后要派来。因此，这个舰队现在有10只船，包括大船、快艇甲大篷船，配备比通常的航行人数搁较侪人吼，搁较侪吼，远比吼，以及700个精选出来士兵。途中，迄只今年4月经由线路要派来处理皮底船卢斯杜恩号也含因会合同行。这只船满载着木料，要再来处理，要再来互处理的军队。因伫澳门附近抢到一只大艘约做200拉斯顿的新西兰的篷船，满载暹罗米、一批蛇、盐、甲着酒等等的物件，要转去厦门。该舰队进一步状况甲规模，将会伫明仔载用一个口头甲阮讲，因咧听候有关此事的命令，因以1个月又搁7天行完这个行程，途中天气甲风良好顺遂，从无听过因此什么叫从无听过？因此咧，全舰队的所有人员拢遐尔健康，遐尔有精神，身体无爽快，也无到10人。为此咧，阮爱永远学咧上帝，用安尼的军队要来大大完成伊的圣工，也使得阮公司和阮拢欢迎形成起来。对暹罗载号要去日本的皮底船 Wallenhoven 号也含这个舰队同齐航行，因舰队一直护航到塞个皮欧，伫迄个附近，这个舰队抢到一只科仔船。这个领工员讲，伊要转来港内的时阵，被着因的一只篷船和几只舢板来追赶，一直被约到这个港岛内底，才摆脱这个大的危险。也讲，被任命为前来处理这支舰队的司令官 Jacob Cowell 阁下，伫迄只大船 Leiden 号被任命做这寡军人的总指挥官，是队长 Harman van Otterhorn。好，等下对主角来看一下第5、第6、第7吼。迄只快艇呢 ，Cochrane 号伫皮湖附近夺取一只敌人的船，船顶有14个西南人，即寡人有几个被弹入去海里，剩下被收禁起来。夜里约了2点半的时阵，一只小篷船对市镇后面伫这边的中间水道航来，就想要航出这个港岛，但是来到这个城堡头前的时阵，被步枪甲2个炮弹射击了后，就滑头转去。
后来佫有两个德牌啊，分别飘来储备，其中一个德牌啊飘来靠岸公司一个乌兰路吼来就岸，另外一个德牌啊。另外，一只德牌啊，继续飘往外海，运营3班，甲即个德牌顶的一个新人甲牧师汉布克的一个奴隶来炸上岸，收禁起来，因是对市镇来的。以上是8月12号吼，对边来啊吼。但是下底注脚看嘛，第5注脚是伫倒位呢？第5注脚是再来一张司令官 Jacob 靠阁下的配出去。第5注脚就是小盖这个司令官吼，蓝队的司令官。伊讲叫做法学士、法学士和法学士 Jacob Cow， last name 是 CAUW 吼。1656年，以下设上务员出航前往亚洲，伫遐即位快速晋升。1661年，伊伫巴达维亚被任命做长官，归伊的继任者。翻译者案讲，靠毋是伊归伊的长官继任者被派来台湾，而是伊援军蓝队的司令官被派来吼。所以这个下底注脚写很对啦吼，欢迎人要对他订正吼。咱嘛看出来是，这个进行要来接这个归伊的走日本啊吼。伫1661年7月初5，带领一支12只军的蓝队离开前往佛罗摩萨，但是伊无达成任务，就转去巴达维亚。咱嘛知啦吼，咱嘛后来咱根本12只蓝队根本就无发挥作用啊，无其他历史就完全无共啊吼。你看这毋知你变啥人吼？靠伫1668年，以一支归国蓝队的司令官身份回国，参与司令官靠所写的字以及其中所记载，伊含台湾的长官甲议会往来批信等等。好，过来第6个注脚是只小快艇马瑞是何成功抵达目的地，这什么意思？我想来讲小快艇马瑞后伫1661年5月5号逃脱国际牙的旁船，经过艰难的航行，至西南季风吼，伫6月23号抵达巴达维亚，就是 Herman Clark Van Odessa 被任命做台湾长官，带着苏联蓝队出航2天了后吼。咱知影讲，我之前敢有读过吼，我敢若是伫维基百科去查吼，就是即个本来即个规已经要用换来啊吼，已经派一个人要来接任了吼，结果迄个要来接任，驶出去2天了后，就即只小航船的。即只小航船走来太消息啦，台湾去用接伊啊吼。巴达维亚毋是把台湾去用接伊，应该是讲即个迄当阵的即个佛罗摩萨啦吼。巴达维亚的高层政府呢，接到联合报被围困的消息了后，决定要派10只船由司令官 Jacob Cow 率领去遐吼，伫1661年7月5号出航吼。今日已经8月12号才到位吼，3、4个月。参阅要去解救被围困的台湾甲佛罗摩萨岛的舰男甲舰水的司令官 Jacob 的委任证甲被指令吼，巴达维亚1661年7月出世吼。第7个注脚是被任命做即寡军人的总指挥官是队长 Herman Van Otterhorn。Herman Van Otterhorn 会对第7个注脚讲，1640年以海军建设新的下士身份出国，1643年晋升做上士，1645年晋升做将旗官，1649年晋升做中尉，1656
52年进行做中尉队长，1657年进行做队长，伊伫1661年8月12号到台湾，担任靠的南队军队指挥官，随后担任两城堡的军队队长。所以伊是安怎？伊是无转去就对啦，无缀即个南队转去。我看下时间，搁20分都袂使。因为下面这篇诚长吼，因为即有代志嘛吼，即有救兵来吼。8月13号拜六早起，南风持续吹来，好天佛罗摩萨议会召开会议，约了9点钟，有4只船对迄个舰队出来，即个港岛航来。迄只领港船也同齐航来，所以阮就派迄个领港员早一场飞去到靠先生，但是海流真强，真错人，经过真大困难才得以出港。迄寡船伫咧真瓦郡即个港口头前个所在拍定停船，写互靠先生的即张批呢内容如下：早领港员摆脱着人的危险，甲国下因会来批，就是指巴达利亚总督甲东印度议会议员会来批，以及伊国下就是靠先生国下会来批，确实来早来交互阮，又搁请伊国下莫互所有迄寡上细只的船只拢来即个港岛头前，即个港岛附近，爱先只甲派迄只小皮螺船两号，因为即只船载运着厝地上需要的物件来即个港岛附近，以便来继续入港，来厝地来落货，然后才互其他船只来遐，用船顶的小船甲小艇，尽可能甲所有士兵们再来联络。为了互这个代志会当顺利进行，伊国下以及卡森布鲁特先生呢会对第3个主角，等下再来看哈。伊国下以及卡森布鲁特先生和队长赫曼van Otterhout， 拢爱伫咧岸边真足下令指挥迄个船只吼。并且命令迄只领港船装运上需要物件来入港，其中上需要物件是荷药。伫咧迄个事务所后面，就人看见上水迄寡船只划军来，就北方的海上发射所发炮弹，显然是要经过阮，因伫迄边采有即种大炮，爱阮好好注意，毋通想要派阮的船只要划军，对不对？阮着对即个城堡2的大炮发射几发炮弹来回击，这互因着恬静落来。但是这几工，一整天啊吼，这规工拢伫咧运送人员来即个市镇里，做到40只满载人员的舢板来即个市镇，因想要安尼来增强兵力来抢掉即个市镇。上午，阮审问迄2个少年人当中的一个，并且审问早暗所抓来迄个新仔人，因招认如下，讲汉堡哥牧师是伊的主人，伊讲伫咧市镇里有10个荷兰人的黑人的幕布，10个荷兰人的黑人幕布吼，以及20个国士所早来储备的2个较大的黑人幕布。市镇里迄寡厝里的土地被一再来掘吼，看起来是为着要找财物啦吼，因甲规排的厝吼对内面拢拍通，甚至对东边一直探黄西边的规条街仔路的厝拢全部被拍通吼，你掘不过迄寡街仔路拢无被掘过吼，讲。John Duvendorham 即个讲的是伊咧招认的吼，就是因去问迄寡市区的人、外地的人吼，讲 John Duvendorham 一个名叫做 Franz van der Wern 的学校教师，以及另外3个还有荷兰人，伫新港被掠来即个赤壳者，头前迄个人被定正12个，被定正12。吼，迄个就是迄个 John Duvendorham，其他人被释放。吼，牧师汉堡个该同同意 Moritz
去国师爷遐得到胡克为这两个人来祈祷，因安尼被定13天了后，犹阁活咧，被载往新港市局，伫遐断开死去。被定这是2个是两个，一个叫做 John Drew Vandal， 一个叫做 Franz van der Voort 的学校教师吼。好，下对注脚来看者吼。第三注脚 Jacob Kassenbult， 1661年8月13号到台湾沿海。第三注脚是你讲啥啊 ？Kassenbult 先生吼。就是靠以及Kassenbult先生和队长，拢咧伫岸边斟酌来指挥迄个船只吼。因为Kassenbult就讲是1661年8月13到台湾沿海，伊的即迁可能是靠蓝队里的上实上有员。首先，伊被安排担任有价的电官职位，后来因为 L. de Leonard 过身，伫1661年9月17号被提名做佛罗摩萨议会议员，兼任稽查官。不过，伊伫11月18号声明，伊无愿意继续担任这个职位，因此伊担任负责安排军务的工作。第4个注脚就是拄则迄种定12个这两个吼，来看卖吼。来自小兰的翻译员 John Drew Vandal 和来自摩大校校教师 Franz van der Voort， 伫1661年7月伫赤坎死亡，请参阅士兵 Roberts 报告。2月1日3号72，这个士兵 Roberts 报告记载伫本日是下面8月16号的迄条吼。咱这读到8月13，那个3天后吼。这个士兵讲，这两个人因为希腊人控诉因煽动当地佛罗摩萨人起来反抗希腊人的掌权者，而被处死刑。对这个控诉，这两人一直到最后拢继续负认。这战书也会当看伫这个菲利普美的日记看到吼。菲利普美的日记中文译本，请看江树生译注。每是日记，荷兰土地签名书。看地形讲，台北汉声杂志132期，中华民国92年3月出版。关键就这两人的被处死刑，每是日记记载伫1661年5月25号迄条。每是请这个校教师做 Franz Klein。好，咱继续看来哈，讲3天后哈都。定时哩3天后就死啊吼！因被处那个所在，就伫电官的厝的正头前。迄时，罗芳迄个结婚的荷兰人犹阁住伫遐。朱文道的两个后生，朱文道就是其中叫定时哩的头前迄个啦吼。因两个后生甲一个治军的官员住伫第六山。伊的某甲伊另外两个囡仔住伫新港，牧师汉堡就现在伫第六山，牧师威廉和普伊斯本来住伫新港，现在拢去南部。人做伫各处咧兼职，甚至伫迄寡村社附近也拢咧兼职。原住民遭受着沉重的困境，因来向所信任的人倾诉即寡困境，因原有的长老被希腊人裁撤，由希腊人指定的别人来取代因。一号必须要行入四小的切吼，倒落来切，即个人教伊家己遮安尼有教尔吼。大部分人被带离开农地，只有富人你无参与做工，因为其他的农奴讲的是无通常的语言吼。
这种语言无讲真明白，因此无法度通直接关系到着真个状况和其他代志。被活了的先仔人叫做天哥讲，伊和国四爷的军队对皮俄进来处队。担任士兵的小兵，国四爷伫赤坎的迄个城堡里出航的迄寡旁船对先仔再来士兵，迄寡士兵的人数伊毋知，迄寡旁船出航的时间到处队的时间伊嘛毋知，伊是一个农夫，袂管是战争，因此就倒来处队。伫先仔前后落好，塔坦人安静无事。最近伫前浪的中岛，对赤坎前来也起敌的先仔人士兵，是来接替其他士兵的。伫福尔摩沙岛上的内陆，农业开垦进入正点。根据听讲官员高家办事，就是5号啦吼，国号写5号。听讲这个官员吼，5号伫赤坎被斩首，然后一个老人被斩首，为何被斩首伊毋知，但是伫后来伊讲，上述迄个高家班卡就是5号，大概伫即个市地去抢人什么物件吼，所以才叫人判斩首。伫即个市地里，只甲驻有三四营的先仔军队，因大部分拢是派驻伫瓦郡即个城堡的迄寡厝里。有20门大炮分别踩伫迄寡街路，着前面理由真冲入，是对先仔载来。大部分的炮船今仔日对20门航往普罗米西亚。下晡迄些人船入港，为着即个城堡对海边仔炸来卡森普鲁特阁下以及伊的家属，也炸来25个士兵甲2000磅的好友以及一寡食物，就是下晡即个工船入港，即个工船吼，怪怪，为什么这个工船载即寡物件？无可能啊！即种声无甲唱过。科克肯号所抢来迄只科仔船，甲 Elmenhorn 号的小船，对迄寡大船载运合计40个士兵往即边航来。迄时伫即个港岛附近注视即寡船的2只敌方的旁船，到逼近即2只小船。来到距离真近的所在呢，因此呢，迄寡士兵就因来发射火箭枪。不过，当停伫迄个附近的2只大船用大炮往这2只旁船射击，其中拍着其中一只的船头，因就滑头退转去，就安尼这2只小船就顺利来港咯。要暗嘛上次迄4只大船，搁再转回舰队遐。天气乌阴，夜间乌云满天，并无真侪雨。风对西南风吹来，海也伫夜间开始波涛汹涌起来。8月14号拜五，剩6分钟。剩6分钟，我都无读啊啦吼，读到8月13就好啦。8月14号，较长一阵。主要是我忝，无想要读啊。你猜手机还做哪个涂骹啦？变变叫。好，来看下。我咧看会对写者，无人写讲。为什么芭比较意外？看到有点就意外吗？这久无看到遐。外好看咩？我有写讲，顶个12届，咱和日本咧1595年迄时的秋罗共款吼。毋知咧吼，毋知为什么电视讲咧一步来处罚人吼。之前讲无像因阿伯是姓高嘛，因阿伯是姓天主的吼。之前讲应该是姓卢高吼，姓孔子公吼。
好，安尼咱今日读到遮啦吼，休困啊。即个礼拜你就来读出师所吼，后礼拜再搁继续来读。不过就看起来就较紧啦吼，但是即嘛因搁有你有代志，就伊就写较长啦吼。啦，即个几个月原来无啥物代志，原来拢倒来，到最后导航进前吼，可能会较逐工会去等我菜，迄段我捌看过吼。好，为啥物我咧规班大家都拢挤入来吼？歹势啊，规班吼，以后要听提早1点钟。